文水，我是感觉应该讲是牛文水，这是早年客家人舌头做煞了后准备的点心，因为随着时代变迁，渐渐互人放袂记去啊。为了大家重新去熟悉玻璃店的农种家政班呢，就邀请老师来指导，并且结合在地优质的咖啡笋来做创意料理，希望讲推广在地农产。 为了推广食农教育，玻璃店农会家政班举办一场创意客家点心的课程。这种是早期农业社会挂掉了后，农民休困所食的传统点心，和真侪学员都毋捌看过。那一般牛问水在田间，他们以前是在收到时候，然后结束的时候的一个小点心。牛文水是客家传统点心，一般拢会搅糖果、食甜的料理。不过这摆老师倒打玻璃在地特产咖啡笋，改煮做咸的牛文水，口味真特别。以前都是做甜的，客家庄的话都是做甜的。我们今天特别加了一个咸的口味。头家做客家料理，家政班学传统的点心，运用玻璃在地特产咖啡笋，和这门课程变得不只趣味，更新鲜。 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